別嘅鹼性嘅清洗液，再用高壓嘅清水同埋反滲透式嘅純水沖洗。清洗模式有幾種，清洗車頭同埋車尾各需要大概3分鐘，清洗車身就需要時間約5分鐘。此外，可以清洗列車嘅底部，以方便列車大修嘅車底檢查。為咗保護環境同埋節約用水，所有清洗過嘅列車污水都會經污水處理系統經過沉澱，再加入 pH 中和鹼性度後，再循環使用。至於列車車廂嘅清洗工作，就會喺車站同埋車廠完成。負責清潔車廂嘅清潔工人會上車打掃，確保乘客有衛生同埋舒適嘅環境乘車。最後，多謝各位抽空了解同埋體驗清洗列車嘅過程。我哋衷心希望大家可以喺百科維修中心做個開心同埋愉快嘅一日。各位乘客，歡迎各位乘搭九廣鐵路公司西鐵列車。我哋好榮幸為大家介紹列車清洗過程。而家我哋嘅列車會首先駛入列車清洗機嘅所在位置。負責清洗列車車頭同埋車身嘅系統叫做列車清洗機。九鐵轄下維修中心總共有4部嘅清洗機，2部喺東鐵維修中心，1部就喺西鐵嘅馬昌維修中心，最後1部就喺馬鐵嘅大圍維修中心。每部清洗機嘅價值係港幣1500萬。清洗機嘅長度大約有125米，相等於5卡車嘅長度間。八鄉車廠控制中心會編定洗車嘅時間表，控制列車清洗機清洗西鐵列車。每部列車平均每2日就會進行1次車身同埋車頭嘅清洗，以保持清潔嘅外觀。喺清洗嘅過程之中，列車司機需要按照控制中心嘅指示，以平均每小時3公里嘅車速，駕駛列車進入清洗機嘅位置。而整個嘅洗車程序係全自動同埋由電腦程序監控嘅。列車清洗場入邊會由主控制電腦提供一系列嘅信息，包括速度、